这是嘉义义德朴树村。庄内有一间敢若亲像小总统府的古厝，这间古厝就是洪清江故居。伊是咱日治时代地方的头人吼。目前咱义德乡的这道路的规划啦，甲咱这个布满的兴建，包括咱通咸水迄个八种溪桥的基座，拢是伫伊任内时阵兴建。咱洪清江先生对地方的这个贡献真正真大。经过要活100年的岁月，甲古厝保留落来，毋但会使讲家族的故事，嘛通传承祖先的精神。